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睇 Inspires HK， 我係文哥。我哋呢個 channel 一向都係用主流媒體較少講嘅角度去分析各種社會現象同民生議題，講一啲社會實況。記得幫手 subscribe、like、share， 仲可以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 page。有咩題目想我講，都可以留言話我知。尋晚國際大棋局，我同 Ken 哥、浩明哥都有討論哈梅內伊身亡同伊朗嘅問題，但因為係一個即興節目，我有啲個人觀點都未講到。以往我都有寫一啲國際同兩岸議題嘅文章，但因為重開返 YouTube， 所以就講港澳議題。但其實國際局勢對香港、澳門都有好大啟示，所以就開一個新節目叫國際新觀點。我哋遲啲仲會將唔同嘅節目分類，仲有專屬嘅播放清單，歡迎大家留意同觀看。今日就同大家深入講下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被美以聯軍空襲擊斃之後，點解全球咁多人拍手叫好？點解伊朗人民會上街慶祝？而呢件事又代表住咩？對殘忍的人仁慈，就是對仁慈的人殘忍。呢句說話我覺得用喺伊朗政權身上完全唔誇張。伊朗呢個政權唔係人民選出嚟，唔係民主制度，唔係宗教自由，而係一個用宗教包裝嘅黑社會式極權。佢哋用伊斯蘭教法做藉口，實際係用暴力、恐懼、監控去維持權力。伊朗政權幾殘暴，最新數據話你知。根據 Amnesty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Watch Hajrana 2024年度統計，2024年伊朗人權狀況官方以外最可信統計，至少883人被處決，係近10年最高之一。33,574個月監禁，刑期判俾批評政府嘅人，包括學生、記者、婦女權益人士。9,957鞭刑，被判決係21世紀仲用鞭刑嘅國家。數以千計示威者被捕、失蹤、酷刑審訊，婦女因為冇戴頭巾被捕、毆打，甚至性暴力威脅。少數族裔、宗教少數，例如巴哈伊教，被系統性迫害。2025年初 HRW 最新報告，處決數量再創新高，示威者被實彈鎮壓，造成大量死傷。呢啲唔係宗教，係赤裸裸嘅暴政。哈梅內伊死訊傳出後，無論係伊朗境內定海外社群，都有人放煙花、跳舞、開香檳。點解？因為伊朗人忍咗呢個政權45年。佢哋出世開始就被逼信奉政權指定嘅宗教，被逼接受道德警察，被逼接受審查，被逼接受恐懼，拒絕就係坐監、鞭刑，甚至死亡。所以當呢個政權嘅頭目被擊斃，對好多伊朗人嚟講係真正嘅解放。有伊朗女仔講過一句好深刻嘅說話：伊朗人原本信拜火教，但政權用暴力逼我哋改信伊斯蘭教。當地人完全冇相信其他宗教嘅自由。宗教本身唔係問題，問題係當宗教變成統治工具，就唔再係宗教，而係武器。好似中國歷史嘅太平天國、美國歷史上嘅邪教運動一樣，宗教加權力等於最危險嘅組合。依家有啲國家出嚟話美國違反國際法，但問題係你打壓示威係咪違反國際法？你處決883人係咪違反國際法？你鞭刑、酷刑、失蹤示威者係咪違反國際法？極權國家永遠係對自己有利就搬國際法出嚟，唔有利就當睇唔到。國際法係建立喺大家都守規矩嘅前提，但當對面係野蠻人，你講道理係冇用。對野蠻人仁慈就係對仁慈人殘忍。伊朗如果走向民主，中東少一個極權，恐怖組織少一個金主，全球能源市場更穩定，伊朗文化、科技、服裝、電影可以重新同世界接軌，8000萬伊朗人民終於可以自由生活。世界上每少一個獨裁政權，民主嘅力量就多一分，和平就多一分。正義或許會遲來，但從不缺席。暴政必亡，人民必勝，民主必勝。
孫中山先生同一眾革命烈士推翻滿清，伊朗人民今日追求自由，精神係一樣嘅。自由唔會自己送上門，係人民爭返嚟。下一個可能出事嘅極權國家係邊個？大家心中都有答案。呢度係 Inspires HK， 我係文哥，記得 subscribe、like、share、comment， 令社會更多人關注，支持我哋繼續發聲。遲啲我哋再探討更多議題，下集再見。